在你们的心里，可能年轻人你们会觉得说，患难好像有点遥远哦。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控制啊，而且通常在我们还没准备好，这个难题就会这样子倾泻过来，这样子措手不及的重大事故，常常会让我们觉得，哦，这个真的是患难，让人失去奋斗下去的力量跟勇气。比如说最近我们都知道，都在大水啊，淹大水，从南部啊还是中部，然后淹到北部来这样。北部目前来看是还好，可是中南部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那个南部有淹很久，淹很多天，然后好不容易退了以后呢，我又来这样子，让人家有点没完没了的感觉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像之前你们知道八仙城堡吗？有去八仙乐园玩过的举手。这边你们没有去，知道八仙乐园吗？知道。好，八仙城堡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重大事故，就去那边玩，结果就被粉尘爆炸，然后就整个火烧这样。很多人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要烧炭烧真的很难，一直到现在几年了？3年4年。有的人他还在复健当中，那有的人可能就放弃了。那还有日本最近的风灾，还有台风，还有地震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患难好像是跟这些意外事故会画上等号，可是也不一定。有的时候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也会带来个人跟群体性的患难。比如说，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欧三书记，他没有坚持做对的事情，他没有坚持站在人权的角度去对抗那个军政府那个暴政，他在体制内他胆怯了，他任由罗兴亚人被他们的缅甸政府这样子逼迫，但他却什么话都不太敢讲。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患难，也是民族性、国家性，甚至是世界性的患难。因为当初有多少的人对他寄予厚望，可是他却让许许多多的人跌倒失望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1节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重温麻烦你。好，第11节说人被拉到死地，还有又说到人将被杀。信仰中，这是讲信仰中，在信仰里面一个趋向一个死亡的状态。在信仰里面一个趋近死亡的状态所指的是什么？像我们之前在讲约伯记，大家还很熟悉的话，知道，约伯当他的那些孩子都一个一个被击杀之后，他还可以很有信心的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还记得吗？好，可是呢，当这个灾难、这个患难一波又一波的来的时候，约伯他也开始动摇了，他开始埋怨，他没有办法接受现实，他没有办法顺服，他开始怀疑上帝。然后呢，他开始有些人，约伯他还好，他一直的不断的跟上帝在对话，一直不断的跟上帝来问说：阿喜，你是怎么样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？可是有些人呢，就已经开始失去耐性，他没有办法再等下去，而且他没有办法，他也失去祷告的动力，他甚至连祷告都不祷告了。然后呢，就开始失去了团契生活，他拒绝被安慰，拒绝鼓励，拒绝周遭一切的外援。在患难，通常是指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是却还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状态。牧师不晓得现在在你们的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患难？工作上、人际关系上、课业上、家庭生活上，还是感情上？牧师不晓得有怎么样的问题一直困扰你，困扰很久。你每次想到这个事情，你都会不自主的觉得全身不舒服，或者是你根本想忽略这件事情的存在。为什么会忽略？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患难当中，我们会胆怯，不敢尽力去面对呢？今天的经文第10节说：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前一阵子
子的亚运棒球比赛，我想有注意这个棒球赛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投手他每一次他面对打击者的时候，他一定很有信心。他用他最擅长的球路，也是相对来讲，就是他会用打击者不擅长的球路去面对他，因为他们事前都会有一些赛前演练啊，会去查说，哎，这一队的他哪一个打击者，他喜欢打什么球之类的。但是我会发现这一次的亚运，我们中华台北就是台湾的代表队，他们当投手一旦没有办法失去平常水准的时候，教练怎么样，就会马上把他换下来，因为他胆怯，他不敢面对他的打击者。当教练发现他胆怯的时候，就马上当机立断的把这个投手换下来。在看这个过程当中，牧师就在想，对啊，当我们胆怯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再站立在我们的战场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发挥该有的水准。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，有很多的患难，这种胆怯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的患难。有许多人只看重没有生命的财富，却不愿意关心还活着的灵魂。有很多人不孝商人唯利是图，我们知道很多消费者，很多不孝商人他为了赚钱，他就为了降低成本，所以就会来就食安问题很严重。那消费者呢，也是贪小便宜，想要便宜又大碗，然后造成了许多的食安问题、环境问题。可是我们往往事过境迁，就忽视了这样子的问题。我们无视于环境的恶化，我们无视于继续让那一些不孝的商人继续的在卖东西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失去了人跟人彼此之间的信任。我们不想正视这些问题，我们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还要注意这么多，很累很烦。我们是不是已经有点像温水的青蛙，已经快要死了，但是却还不知道要跳出来？我们还不愿意面对我们现在的现实，不愿意做出该有的反应。我们任由这些事情继续的存在，我们继续去买那些东西，因为他们会卖，就是代表有人会买。我们继续让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。当大家都说要环保、垃圾要分类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图自己的方便，我们就反正已经垃圾丢成这样，那我就随便丢了，反正也没差了一个。我们常常已经不自觉的容忍一些不该出现的事情继续的发生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些事情是有些人只知道跟风，盲目的跟风啊。一到了选举，特别我们有投票权的这些人，我们的社青，我们选民真的有睁大眼睛好好的判断吗？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看一些政客在作秀，就是因为有人喜欢看，所以他们就很爱作秀，就不断的只会攻击别人，却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政见。往往我们只是便宜行事，好像就是跟风，反正别人讲好像讲的有道理，好吧，那我就投他吧。或者是有人讲说就投谁，我就跟着人家说投谁我就投谁，完全不想花时间好好的去判断到底要投这一票要投给谁，以至于造成社会许多的问题，然后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不是我的错，都是神的错。我们真的不用负责任吗？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们害怕面对未知，不愿意面对现实，就像恐怖情人越来越多。在之前华山那个分尸案，很多分尸案啊，就是有些恐怖情人，就是你要跟他分手，他就跟你分手，然后跟你追到家里怎么样之类的。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分手的事实，他们只知道愤怒而已，却不知道自我调整。不管是调整自己的情绪，调整自己的方向，调整自己的角度，他们不愿意面对，他们甚至于用极为残暴跟反社会的行为这些方式来宣泄情绪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呢？其实
警察或者是一些检调单位，他们一些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，他们也常常会去反思，去在他们的身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？不管是他们的成长背景也好，是家庭的问题吗？还是学校的霸凌呢？还是怎么样导致于他们会这个样子？我想，不管是哪一种人，不管是刚才我牧师说的哪一种人，这些人有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不愿意面对失败，或是可能的失败，他们不想面对。这些人生中，这些不敢面对在困境当中胆怯的人，这些患难，他们对患难视而不见。他们鸵鸟心态，假装没有看到，但是你假装没有看到，不代表这些问题不存在。在环环相扣的这个社会里面，这样子的难题只会越滚越大。所以我想，真的不只是个人，这个社会都生病了。但是生病并不可怕，怕的是我们没有勇气去看医生，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它。一个生病的社群需要被医治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我们基督徒受召，就是为了要让这个社会可以有机会得到医治。但是往往我们发现，就连我们基督徒，就连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被医治，我们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不想面对自己的软弱跟困难，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教，总是卡在两难之间。我们总是会给魔鬼留地步，总是会给自己找理由，总是不想面对自己，不想把自己的欲望给治死。约翰福音书12章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，若是这样，就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只会埋怨上帝说：“上帝不是我们不愿意承担，不是我们不愿意面对，是因为你给我们的担子实在太重，我们扛不起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觉得，在我们的患难，我们生命当中的患难是太重了，是上帝没有量好。今天的经文12节，我们来看12节，他说：“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”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上帝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本事吗？当我们在埋怨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给我担子太重了，是你的错，你量错了。”但是问题是，上帝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本事吗？全知全能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会不知道我们能担起多大的重担吗？或许在我们的患难当中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也自以为尽心尽力了，但是却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善，可能还会越演越烈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去思考说，是不是我们只是想用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去面对，以至于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问题一直始终卡在那边，没办法解决。我们是不是一直坚持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面对，而不想去理会，也不愿意聆听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到底告诉我们什么？上个礼拜传道有讲子群的例子，既然传道开了一个头，那我就接下去，我来个续集好了。子群他从小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很乖、很懂事，也很听话的孩子。可是他突然在上国一之后，他好像突然整个人都变了。在家里也 OK， 在教会也 OK， 但是到了学校就完全不那么 OK。我不确定他在学校到底做了什么事，但是呢，他成为学校老师的眼中钉。老师常常打电话来给我们埋怨，说你们子群怎样怎样又怎样。我在家里看到的子群，就是他回到家里，他也是很泄气、很丧志，他自我放逐，他什么事都不想做，他只是除了电脑，他除了打电脑就是睡觉。他可以早上不起来上学，就是一直睡到中午，甚至有时候睡到下午，睡到要吃晚餐了，他才起来吃他的早餐。
什么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很感谢神，就是他仍然自动自发，在每个礼拜六、每个礼拜天都自动自发和主动去教会参与聚会。因为我们的舞会青少期的聚会是放在礼拜六的晚上，所以他礼拜六晚上然后也有敬拜团的练习，他也会自动去，然后礼拜天他也会自动去做礼拜。这个部分他完全不需要我担心。但是他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，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当我用一切的方法努力规劝他的时候，硬的来，软硬兼施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让他恢复正常，恢复我所认识的那个子君。我处在两难之间。那个时候，我好像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要么我就是继续提醒他，继续的教导他，继续的告诉他你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，不应该怎样，不应该怎样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关系可能就常常每天就是在吵架、冲突，甚至于决裂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。第二条路我就是放手，完全放手，我不要再干涉他任何的选择。在好几个月的过程当中，我百般痛苦的祷告，然后我也后来最后我做了一个选择，我选择治死自己的欲望，我不要再用自己认为应该的方式去面对它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们的关系如果决裂破裂的时候，就是我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上帝在我祷告当中，他也不断的提醒我，他说：“你不是已经祷告了吗？为何还死抓着不放？你为什么还要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你的孩子，去处理这些事情？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？你不是祷告了吗？你不是把子群交在上帝的手里吗？你为什么还不相信？”这个担子真的很重，但是上帝一直提醒我，你要放下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我所相信的，在那个时候，他知道我相信的还是我自己，而不是耶稣。因此，在上帝诸多的责备跟提醒当中，我做了调整。我调整，我不再提醒他任何事情，他要睡多久就睡吧，好，能睡就睡，我不再叫他起床。老师打电话来，我就对不起，抱歉，就是抱歉而已。寄来了一大叠的警告单，就每个月他反正不定期不定时就警告嘛，警告累积，像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警告3次就会什么小过啊，小过3次大过啊什么的。现在好像不是这样，现在好像警告他就一直记，好像还不会累积几次警告变成小过这样。我从第一次接到警告单，然后就吓一跳，哇，这个那如果再几次，那是叫小过，然后还会被退学什么之类的。后来已经看到警告单，默默的就把它丢到纸类回收去。我也什么都不讲，也不再提醒，调整自己。从子群国1到大1，整整7年的时间，整整7年。从起初头1年我们还在冲撞的那个时候，还很大的冲突那个过程当中之后，我接受了上帝的管教，我把自己的期待、把自己的骄傲全部都丢掉。这段漫长又黑暗的时间，我只做2件事。当我被上帝调整之后，我只做2件事，就是祷告跟聆听。我听什么呢？当我听上帝的管教，我也听老师打电话到家里来的抱怨，我也听子群回到家里来对老师的抱怨。当他跟我抱怨学校生活的时候，我就听，然后我给他支持，我同理他的感受，我选择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也是我日日夜夜放在祷告中的孩子。希伯来书12章6节说：“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”
我感谢主，在这个事件当中，上帝管教了我，让我可以更多的经历他，更深的依靠他，也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看不见的盼望才是盼望。子群他到了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突然好像整个人又变回来了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在那6、7年没日没夜的祷告、哭泣当中，子群就突然变回来了，他又回来了，回到我所认识的那个子群。还好他回来了，不然你现在看到他是这个样子。我也感谢主亲自管教他，然后事后他也很懊悔，他也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晓得过去那段日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，他也搞不清楚。好，荷尔蒙作祟吗？不知道。”但是我们一起经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信实。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坚固保障。虽然在过去这6、7年，他蹉跎了这么精华的岁月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只要我们肯开始靠着主，面对生命的难处，不再向患难低头，不再视而不见，就永远都不嫌晚。上帝并未应许天色常蓝。当我们在患难中失去勇气、失去力量去面对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有主可以依靠。马太福音说，耶稣说：“烦恼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弟兄姐妹，牧师要再问一次：现在困扰你们生命当中的患难是什么？有什么难处？你们还卡在两难之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还在犹豫吗？还在胆怯吗？在患难中胆怯没有什么好丢人的。约书亚在带领一大群的以色列人要跨越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也很胆怯。所以上帝不断的跟他挂保证说：“不要怕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行。不要怕，你要刚强壮胆；不要怕，你要刚强壮胆。”雅各书1章有说：“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得翻腾。这样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求得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不要再飘摇了，不要再飘摇了。路加福音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”刚才一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其实牧师非常的感动，也很有感触。因为牧师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陷在一个患难里面，这个患难、这个困难搅扰他非常非常长的时间。可是牧师无能为力。牧师的无能为力在于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靠着主自己去面对。牧师的无能为力在于，我只能听他们的诉苦。但是感谢主，牧师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就是为他们祷告。牧师可以聆听。我也知道在你们当中，有些人因为感情的问题，因着工作的问题，因着学业的问题，因着家庭的问题，因着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这些难处、这些困难、这些患难，好像那个风浪一波一波接着一波，没完没了的一直向着我们涌来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，我们真的尽力了吗？我们真的尽力去做了吗？上帝的应许是如此的鲜明，上帝的
膀臂是如此的可靠，而且强而有力。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不要再举棋不定，要放下自己，接受上帝的管教，要在困境当中来顺服，并且调整自己。上帝必赐给你们够用的智慧与能力，面对一切的患难。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独特的，没有什么人的经验可以概括所有人的问题。今天我面对子群的这样的问题，这是上帝给我的回答，上帝要我这样做。可是你们的问题，你们要自己祷告，你们要自己求上帝告诉你一个答案，要求到那个答案得到为止。我们要用信心去依靠上帝，因为对基督徒来讲，最大的患难就是对上帝失去了信心。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叫人无能为力。如果今天牧师知道你有怎么样的患难，你有怎么样的困难，可是你却不想祷告，你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，那么牧师真的也无能为力。我还是能做的，我还是只能为你祷告而已。今天的经文第3节到第5节说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要拥有面对患难的智慧跟勇气，要能在各样的患难与试炼当中重新得力，就如同是建造房屋，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好的。信仰的地基必须要打稳，而且建造在磐石上。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人家在打地基的一个情况？经过工地，或者是不要说打地基好了，我们就是一些道路修建的工程，他们在一直挖道路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要盖隧道，他一定要先挖那个山，那是要拼命的，那个是要豁出性命。现在有很多机器，很先进的机器可以协助，但是当我们要徒手去做的时候，那是要豁出性命的，是要用汗水跟血水交织，那是整个汗水跟血水交织的过程。不要再左顾右盼，从现在开始，从自己做起，勇敢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困境与难题。只要开始下定决心，信靠上帝，就永远都不嫌晚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耶和华是我们叫我们抬起头的神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